民眾向台南市教育局反映，有面冊賣獎者竟然甲教育局的一模一樣，也毋過只有一篇文章，內容是115年的開課課程，也閣愛加來報名，懷疑是騙個人資料的詐騙手法。在網絡上以魚目混珠的方式，意圖推銷課程以及詐取民眾個資。經本局積極查證後，該假冒網站確實為詐騙行為。教育局證實，這個賣獎者確實是假。目前雖然無借到民眾的錢有防詐騙，也毋過若是不實資訊持續佇咧網絡傳播，恐驚造成民眾權益受損，因此向警方報案，並採取法律行動。假冒的網站已經下架，但仍有相關的資訊，以及在賴群有假冒的資訊在流竄，所以本局在此也呼籲民眾，如果有收到相關不實的訊息，能夠共同檢舉，遏止詐騙行為。本局也澄清，我們不會以任何的形式強迫推銷課程，或者是索取個人的個資。教育局提醒，詐騙集團常常會利用政府機關公部門名義，佇社群當中詐騙，呼籲民眾愛提高警覺，面對來路不明的課程推銷甲連結，上好的方法就是多多查證。民眾應該愛認明的官方賣獎者是教育法律迷，台南市政府教育局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